你干嘛喝那么多酒？这点酒算什么？你突然给我打电话叫我来有什么事？你也喝一杯啊？好啊。星烈，哥。啊，原来你们已经约好了。我在这儿似乎不太合适，我先走了。星烈。 我跟你约会的时间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约会的对象是星恋。看来是我不太适合这里了，那祝你们约会愉快。 嘉玲，陪我喝一杯。好。嘉玲，嘉玲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是好心送我回来。没什么。星恋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 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但是你和大哥，晚安。 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一个朋友父母的遗物，他们当年被人杀害，却一直找不到凶手。我知道你能看见死者生前的记忆，我就想让你帮帮忙。为什么我觉得你今天好像很紧张的样子呢？紧张吗？没有啊，我是有点害怕，这毕竟是凶杀案。你知道我胆子很小的。这个怀表看起来有点旧了，而且血迹也很少，我试试看吧。
看见凶手了。谁呀？凶手是匡月武。啊！匡月武，他居然滥杀无辜啊！太可恶了！哎，你先别着急，事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。岳武不是坏人。又是你！别想跑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个绝缘陷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你居然用这种手段来暗算我，你真是够卑鄙的！卑鄙的人是你，我父母只是普通人，你却杀了他们。我今天要为我父母报仇！你胡说什么？我虽然不记得你和你父母的事情，但是我匡月武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杀过一个普通人，除非他们是变异人。他们不是。你知道吗？被变异病毒感染后，人的记忆会支离破碎，你也许会忘了最重要的事情。你还想狡辩？当年我亲眼目睹整个村庄的人都被杀了，包括我父母。